郑小姐，郑小姐，你还记得我吗？别说啊！郑小姐，你没事吧？好聪明！有没有摔倒啊？怎么这么不小心？再不起来可就走光了啊！各位，今天我开舞会的目的，主要是为了庆祝我拍回我们池家的祖传羽饰戒指。这枚戒指对于我来说有着深刻的意义，因为它是我跟我前女友的定情信物，也是一段难以忘却的回忆。所以，我一定要拍回这枚羽饰戒指，让我的前女友白跑一趟。石墨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说过会给你一个惊喜的，怎么样？刺不刺激啊？如今郑小姐想投怀送抱，我可未必答应。哎，郑小姐，破戒指，还你！还不要？你们在干嘛？叫你们来，嗨起来啊！郑小姐，郑小姐，郑小姐。什么品味啊，这是？没救了。喂，金秘书，我要的潮牌还没到啊。我告诉你啊，我只给你3分钟，听到没有？大哥，你发型都这么土啊！停车！迟墨的妈妈，这估计是世界上唯一认得住迟墨的人。这枚戒指是我们池家的祖传之物，我一直势在必得。只要是我看上的东西，不管是人或者是物，一定能够弄到手。石总，姨妈来了。姨妈，大姨妈，每个月都会来啊。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你姨妈？我妈？总之，她不太喜欢这些东西，我觉得咱们还是收拾一下吧。哎，不是，收拾？你让我怎么收拾啊？我最害怕老太太唠叨了。表哥，这个交给你，你来帮我处理。对，我先撤。拜拜。哎，等一下。阿姨，今天的
花园别墅舞会是专门为了庆祝拍回池家的祖传戒指的。真是胡闹！这么大的事情怎么就不通知我？幸亏保住你提前告诉我，要不然我现在还蒙在鼓里呢。池墨他人在哪儿？啊，姨妈，表弟他工作繁忙，还没回来呢。什么？哦，是啊，老板他怎么会出现在这种场合呢？怎么可能啊？刚刚还在里面，是不是背着阿姨胡闹？现在不敢见人了？去，把你表弟给我找回来。池墨，你个坏蛋，你死变态！虽然有人顶包挨骂，听起来很爽，但是我要告诉你，我不是什么迟墨，我叫宋小小。宋小小，对，记住这个名字，宋小小。这不是我书里的男神吗？你说你叫宋小小，但是你怎么跟池墨长得那么像啊？我可没听说过池氏集团的总裁还有什么孪生兄弟。让开！哎，天气这么热，干嘛这么暴躁啊？你仔细看看，我跟池墨有什么像的？好像有哪里不对。拜金女我见过，像你这么拜金的我还第一次见。虽然跟那个渣男池墨长得一模一样，可的确不太像同一个人。难道真的是撞脸了？见别的怎么样？好像是比池墨那个家伙好看一点。这就对了。你不是池墨那个混蛋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哦，对了，你能不能帮我个忙啊？我现在必须要出去，但是我迷路了。我从南门进来的。南门，我从来没有关心过南门这件事。那怎么办？我现在必须立刻马上找到一个人，这关乎我的前途。怎么办？你首先要找到一棵树的影子，然后让手表的时针与树的影子重合。那么6点钟的方向就是北方，相反的方向就是南方。哦，真的吗？那太好了，那我先走了。哦，对了，下次再找你道谢。等一下，这个手表送给你。如果以后再遇到迷路的事情，记得用我教你的方法。送给我？嗯。不行不行，我不能收陌生人礼物的。喂，怎么是陌生人啊？这个手表就当做咱们认识的纪念礼物，收好了。纪念礼物，定情信物，我好像。